上兩集條片出咗街之後，好多同路人嘅家長問我，小葵同小星都係唔同 SEN 問題嘅小朋友，喺香港呢個事事講操練嘅大環境入邊，你到底點樣修煉到對分數咁佛系嘅呢？坦白講，邊有阿媽天生就佛系㗎？尤其係香港教育操練嘅大環境下面。以前見到功課堆成山，見到囡囡因為壓力大而情緒起伏，我內心一樣都會焦慮，一樣都會發癲。但經歷過人生嘅高低起伏，經歷過痛失閨蜜嘅至暗時刻，我突然間諗通咗，呢個世界除咗生死，其實全部都係小事。今集唔講故事，純粹行入小森林嘅樹洞，同大家分享我3招阿媽鬆綁心法。第一招叫做將分數降格為說明書。好多人將成績表當成對孩子靈魂同未來嘅審判書，少咗1分就覺得人生玩完。但喺我眼中，分數從來都唔係枷鎖，佢只係一份大腦使用嘅說明書。數字低咗唔代表孩子失敗，佢只係用無聲嘅說話話俾我哋知，媽咪，呢個部分我嘅學習方法可能要調整一下。數字高咗亦唔代表佢高人一等，佢只係話俾我哋知呢個模式啱佢，繼續保持。分數只係話俾我哋知下一步點樣去幫佢，佢完全冇資格去定義我哋嘅孩子價值。人冇完美㗎，唔會科科100分，總有強項同弱項。第二招，拉長人生嘅天平。如果你將目光鎖死喺眼前嘅默書、測驗、考試、呈分試等等，鎖死喺小學、中學呢幾年，嗰幾分當然係好大件事。但如果你學會放遠啲睇，將天平拉長啲去到2050年呢，去到孩子30歲、40歲嗰陣，你會驚覺當年嘅呈分試少咗嗰2分，對佢能唔能夠活得幸福，能唔能夠自立，真係一啲影響都冇。第三招，認清真正嘅資產。一時嘅數字總會過去，但孩子對你嘅極之信任，佢內心嘅安全感，同埋佢對呢個世界嘅好奇心，先係可以用一輩子嘅無形資產。如果為咗嗰幾分，每日將屋企變成戰場，搞到親子關係破裂，孩子長大一遇到挫折就冧，咁做阿媽嘅先係做咗最大嘅蝕本生意。培育一個小朋友需要一個村莊嘅力量，但要開動呢個村莊，前提係做父母嘅要學識放手同接納。當我哋能夠堂堂正正鬆綁去接納孩子身上獨一無二嘅色彩，孩子自然能長出無懼外界眼光嘅底氣。放過孩子，其實亦係放過嗰個死撐咗好耐嘅自己。家長先鬆綁，世界先放晴。唔知大家喺陪伴孩子嘅路上，有冇為咗了解除去分數焦慮而做過咩嘗試呢？你嘅佛系心法又係點㗎？歡迎你喺留言區同我傾偈分享。我哋下集小森林見。